廚餘先分類看重點。各位市民大家好啊，我係大嘥鬼啊！今日同大家跳廚餘操啊！呢個健康操係希望令到大家都做多啲運動啊，又可以記得廚餘回收嘅重要性。嚟咯！生熟嘅食物就可以收，食剩嘅食物就可以收，變壞嘅食物就可以收。乾淨回收你我做到，餐具唔係食物就不能收，餐盒唔係食物就不能收，牙籤唔係食物就不能收。乾淨回收你我做到，湯水記得隔水，糖水記得隔水，粥水記得隔水，隔水隔水隔水。廚餘先分類看重點。好啦，大家跳完一輪之後呢，係咪有啲攰呢？俾大家休息一下，我哋陣間再嚟吓。預備好，5、4、3、2、1，齊來安裝好綠綠賞。安裝好綠綠賞，開 Apps 按回收，出現咗二維碼，廚餘機來掃碼，跟指示去回收，綠綠賞賺積分，廚餘回收立即行動，立即行動。齊來安裝好綠綠賞。嘅食物就可以收，食剩嘅食物就可以收，變壞嘅食物就可以收。乾淨回收你我做到，餐具唔係食物就不能收，餐盒唔係食物就不能收，牙籤唔係食物就不能收。乾淨回收你我做到，湯水記得隔水，糖水記得隔水，粥水記得隔水，隔水隔水隔水。安裝好綠綠賞，開 Apps 按回收，出現咗二維碼，廚餘機來掃碼，跟指示去回收，綠綠賞賺積分，廚餘回收立即行動，立即行動。